泥母。今年啦，今年要地有完啦。妈妈有交代，袂使听。哎呦！有食土你也唔知通啥，老实就是老实的。歹势啦，目屎七七的，啊，骑直路较紧，啊是安怎就爱闪啦。啊，头前有车你唔知甲蹦蹦落，好，讲你老实的就是老实的啦。行。好。拢是你啦，大口袋动作这慢，对啊，即摆人拢无看人，看要安怎啦？歹势啦，目屎七七的，无即摆来转啦。瞪你的头啦！我真是你老实呢，到顺昌遐即摆人唔知是转去还是无啦。你要看，来遮遮无人啊吼。李强，我伫遮啦。顺昌遐，李强，这里。顺昌呀，歹势，目屎七七的，公场场所歹看啦。老师，你明知我真久无教美玉见面，难免今日表演的比较较热情，啊无安尼啦，阿兄需要抱你看有加较早。咱拢打波的，袂使小咱的啦，练啦。顺昌遐，你伫个检查学校内底食着好无？困着好无？啊，搁有你的中医师对你好无？嘿，看这个体格嘛，知影赞，袂歹啦。赞！顺昌遐，你都唔知影，咱妈妈即摆吼，为着要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吼，含出讲拢无心食通去呢。好佳早吼，有我，啊搁老师，啊搁青田，硬讲我妈妈去，妈妈才肯去的呢。今日敢是妈妈要回国的日子？是啊，蔡阿姨即摆伫厝底等啊，讲要喊咱搭电梯飞天机场，接妈妈。那安尼咱就紧转来去啊！啊，若无甲妈妈接飞机的时间都袂赴啊。那安尼我来看车吼。顺昌遐，我较老实啊，较换来，你著生气哦。李强，你想要敢有可能会生气？手免牵啦，无紧起来。顺昌遐，你一路坐火车，这面景互你试面。多谢你，李强。下当转来厝内看到恁，我感觉真欢喜，一点仔嘛袂感觉忝。有面景人切，我就无，我嘛是骑车，骑一个面乌妈妈。人顺昌遐喊你转来一摆，当然先照顾伊啊。那安尼哦，我下班嘛要离家出走。你大家来，顺昌来看这蔡威仪啊，穿这束衫有隆重无？哇，是哦。歹势，目屎七七的，阿姨，哈？拄啊伊输较水啦。啊？拄啊，伊做较水哦。好啦，怀疑我是早足地主来的啦，我过来去换。蔡阿姨啊，拜托，莫换，时间袂赴啊，莫搁换。莫换，莫啦，我也是来换起来较好啦，小等出紧。喂，阿姨我真是互你气死呢！啊，时间都袂赴，你搁叫伊换？歹势啦，目屎七七的啦。啊你无看迄青田啊？是啊，啊，咱咪约好讲要到电去机场接妈妈，还是走倒？你在讲青田哦？哈，我这青田啊吼，顺昌啊要转来进前，啊，搁有伫咧了。对啊，那突然间会无去？我知啦，啊，这个青田啊，这个囡仔吼，自细汉就安尼足拍拼读书的吼，啊，搁读书心搁足重的哦。啊，今仔日什么日子？高考放榜的日子对无？嘿啦，一定是惊讲若考袂调，恁阿强妈妈吼，会对不起阿强妈妈，大概一个人走去比起来，来，走去来看。哎呦喂，拜托诶，这阵若搁无去机场吼，袂赴啊，紧来啦，行啦。阿姨，你拄才毋是讲要去换衣服较水的？我是想要换啦，啊，不过我想想咧吼。
这厝比拄只迄厝搁较贵呢。无时间啦。较贵，歹势，目屎切切的，贵刚刚好是哦。顺昌来，咱来看电视看，一定就一边出来，哈，给大家看。像我一样，咱要急啦，咱先来这边较济啦，来啦，来这济济啦。这也免急啦，这济啦。当时当时这个，来，这济啊，这。当时长，你也来接人哦？是啊，我来接阮囝，啊恁？等下，我来接阮阿母啦。是啊，我妈妈头一摆出国观光，今仔倒转来，所以阮来接伊。等下，歹势，姐，阿母等下，我先来接。乐姐，我当时长，我先来哈。阿爸，天啦，你等啊！阿爸，拄则甲你讲话迄查某囡仔是啥物人啊？哦，是工厂的女工啦。天啦，你这摆出国留学倒转来，有我替爸爸斗三工哦，啊？我知影啦，我就是为着爸爸，所以摕着学位，我马上随转来啊。好，啊，紧等啊！妈，我爹家，妈。你也来？顺昌，妈，咱就兄弟。姐啊，歹势，目屎切切，我嘛要，妈妈，我抱者。好啊，拢是的。顺昌啊，哎呦，恁跟咱囡仔同款，这尔济人你看袂歹势啦。那歹势就出目屎啊啦！这个囡仔吼，安尼大家安尼七早八早就传要来接伊啊，讲惊你行唔知路啦。妈，你带这花款哦，才有像带出国转来的人呢。你这查某囡仔，顺昌啊，你今日对警官学校毕业，来，阿母这个花环吼，献互你。妈，若唔是有你的鼓励，我要哪有今仔日啊？这花箍应该互你挂。无喏，那我要互你。妈，妈，你挂靠过啦。好啊，点点听我讲，今仔日是恁的阿母啊，在意归国，啊，可是吼，这顺昌啊，自从警察学校毕业，啊，要开始现身做人民保姆的警察工作，所以今仔日我请恁阿姨请你食饭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阿嫂啊，什么在在意归国啦？你有笑有够碰风呢。哎呀，不管安怎讲啦，出国吼都是一项足碰风的代志啦。好啦，咱来给大家开讲，咱先来食饭吧。阿母，我来，阿母我来。来，妈，这个要去跑吗？啊！我靠到啊！天公伯啊，保庇！我叶青地咯，终于靠到啦！哎呦，我咧第一届出国吼，敢若一个土包子同款啊，啊要买啥物也唔知影。啊，你阿嫂，我后尾一个这鱼糕啦吼，啊，佮一条破的要互你哦。来，你看你有介意？哎呦，这鱼糕收少年啦，这吼美容啊！哎呀，来，好美容，这美容。来，老师，这互你，你甲看。阿母啊，多谢咧。来，这个是你的。妈，多谢你。哎，美容，这领洋装吼，哦，我感觉真好看。你看，会穿的无？哇，就是呀，我就介意的。啊，我一个要互，哎，有影，啊，我来拢无看到充电。阿母啊，哎，青地啊，哎，充电啦！阿母啊，都快叫你啦。阿母啊，是的啊，我无去接你倒转来。你这个囡仔吼，都是家己互家己伤济压力啦。啊，逐项代志看啊重要创啥物？那恁四个比起来吼，你上爱读册，你若高考无掉吼，我嘛袂怪你啊。无喏，阿母啊，我是会惊吼辜负着遮尔济年来啊，
你对我的希望甲照顾，好佳哉，总算哦，去我考掉啊啦！轩轩，你以后有啥物打算无？我吼打算要申请哦，伫咱的故乡服务啦。哦，那你真好哦！我的志愿嘛是伫咱乡的派出所服务，以后咱一家口都会当做伙啊咧。好啊，安尼就好诶。这种感觉吼，袂输敢若咱细汉时阵，大家拢会当斗阵啊。妈，以后你就免烦恼顺昌遐伫外口无人照顾啊。歹势，目屎七七个，即摆吼我要出来拍拼，哦，阿母替我烦恼一个啦。哎呦，老是的，你免食醋啦。是讲吼，若毋是你安尼，逐工陪在恁的阿母的身躯边，安尼陪开讲哦，陪伊讲笑哦，恁阿母会无聊死哦。迄有影呢，阿母啊，真是嘞。你免讲嘛，真是的，你讲囝。阿伟啊，清姐，啊这物件要互你的，来，阿母，多谢你。哎，大家坐讲。真的啊，你是咱厝的吼上外仔囝，来，真的，叫你坐，来。哎，有影，我即个去台中吼，有去找铁班长呢。啊，铁班长。啊，妈，铁班长伊即阵过了啥款？铁班长哦，转去了后才发觉讲，因爸母已经过身去啊。我看一个人伫遐嘛真无伴咧。伊本来是讲要转去落叶归根啦，哪会知影讲倒转去了后，所有代志拢改变啦。铁班长哦，啊，足想恁的，你知哦？讲嘛要想要转来。敢若想要转来就转来啊，这永远拢嘛是伊的厝啊。既然安尼，写一张要去，请伊转来啊。是啊，那呢，即张批就叫清田啊写。我赞成。无咯，这张批啊，应该要有老师的写啦。因为当年哦，铁班长啊，将老师的捡倒来，因有一份哦，敢若亲像爸囝的感情啊。无论安怎，这张批爱互老师的写啦。会晓的。歹势啦，目屎七七个啦。大兄妹遐久，莫烧闹开啦。啊，我捌几年吼，你嘛是知影，对毋对？要像安尼闹开。无安尼，美玉，你的字上介水啊，由你来写好无？好啊好啊。久啊，袂用的啦。紧嘞，无你是做哪新皮安尼？我跟你讲嘿，我咧香港哦，有去拄到月英呢。哈？月英啊？对啊。伊无你歹面手无？啊，搁有你食你的醋无？哎呦，阿嫂啊，我大家拢遮尔啊侪岁，是要食什么醋啦？嘿，月英甲我讲哦，即马咧甲人做生意，我看伊敢咧食趁钱哦。人哦，心肝若歹吼，趁较侪钱就无效啦。伊的心肝嘛毋是歹啦，是伊支喙有较歹啦。我甲伊讲哦，讲伊保同即摆已经退伍啊，伊输去开一张支票哦，一美金2万块，用红包包咧，讲要互因保同做生意呢。哦，有钱啊，遐摆啊吼，即马想要用钱来买囝，啊若安尼当初时是安那要放翁放囝，啊搁挖头做伊去，有够无情的啦，这个老母。阿嫂，迄代志都过遐尔啊侪年，你提起要创啥物啦？我答应要甲斗3工，拜托的，这甲交互保同。你甲想看觅，安尼10几年拢无消无息咯，啊一个出现就摕到遮侪钱出来，要讲死人哦。月英哦，哼，像伊即款吼，无负责任的老母吼，伊的代志我无要甲伊帮忙啦。哎呦，阿嫂，我都答应伊啊呢。即马你毋是咧甲斗3工，是咧甲我斗3工。啊？拜托的啦。甲你斗3工哦？嘿啊。好啦，那你我当然嘛好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妒，用心计较也无法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这是毋是你讲过迄个做警察男朋友？
性格嘛，最会投的呢。啊，不过看起来敢若太酷了一点吼。安尼唔才有双男子汉的气魄。以后你上班下班哦，拢有人接送，就幸福的哦。你叫我来派出所报道啊！稍等下啦，卖啦，我先来走啦，我不爱做恁的电灯泡。孙琼英，下晡下班的时阵，你敢来接我好无？我无法落来接你。是安怎啦？咱别个男朋友，别个男朋友敢甲我讲你做警察去？做警察一旦若有代志，就要出勤，时间根本就无落控制。希望你会当体谅我一点，我来走。你看，你四个黑袂走，是走去倒啦？若要大兄知吼，你嘛甲我讲一声。我爱和尚在就上在，免你管。你啊，我当然爱管啦。妈妈有甲我交代，叫我甲你保护啦。你哦，袂输那么钱啊！上班也得，下班也得，食饭也得，含便扫要得。无啊，我搁还阁有注意遐。嘿，假使讲，若甲你换做是顺昌遐，毋知要偌好诶。安那透早脑筋就破了啊！照安尼，你唔甲顺昌遐咧小拍电啦？辉弟吼，我甲你永远都袂通啦。是嘞，你目屎七七嘞。是嘞，唔是是嘞啦，是歹势，目屎七七嘞。你啊，稍等下啦，稍等下啦，我要带你行啦。主管，老顺昌向你报道，这是我的报道通知单。顺昌啊，你少年人有前途，以后啊好好打拼。多谢主管。唔免客气啊，过来讲你是一位遮尔优秀，如果是本地人，对咱遮地方你阁遮尔熟，我相信你以后来这个所在啊，我会加吃轻松。主管莫安尼讲，以后还阁真侪所在需要向主管你学习。大家互相，大家互相。秦主管。顺昌。叫。秦主管。哇，那遮样徛遮尔拄好，我拄好在甲恁后生顺昌讲伊是一位真有出头的哦。哎呦，迄是你唔甘嫌啦。拜托，靠你栽培安尼。来，这是我家己饲的土鸡啊，来收起来。哎，阿强啊，老朋友啊，你也来这套啦。哦喏，这是应该呢。阮顺昌哦，对学校毕业，今日是头一天上班。阿摆哦，真侪代志拢袂晓，你都爱甲伊教，爱甲伊照顾呢。我了解父母人的苦心啦，这做你放心嘛。那顺昌哦，伊哦绝对有出头，这做你放心，见面啊，这你信任啦。主管，你妈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这也不是啥物大礼啊，秦主管，你一定要甲我收起来，来，莫客气啊，来，摕起。阿强，无当我无客气，无啊收起来，我下晡哦，我顺便甲阮遮同事加一下菜去。多谢你哦。我等即摆恁母仔囝有哪讲话，我来去后壁，这两只鸡太大，你有哪讲有哪讲。妈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安尼有人误会讲咱是咧甲主管巴结，你知影无？哎呦，啥物咧巴结啦？这人情世事啊，一定爱会晓。你今仔日啊，头一天正式上班，我来拜访恁的主管，这是应该啊。只要我家己若好好工作，是安尼定爱送礼啦。安尼有一寡同事看我无起，你知无？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老板啊，加班啊！
靠！别装了啊！阿爸，你个走啊！你靠！你气死你！阿爸，你走的啊！你别跟你讲，别讲，做这个坏事代志，你走的，你哪走？气死你！你别跟怕啦！你是不是走的？买啦，做啥物代志？这也无啥物啊，人公主讲咧讲，这是人的本性啊。我别讲，当头白日成啥物体动？家门不幸，下死下情，你知无？你靠！无遮严重啦，阮是欢喜甘愿的，也毋是用强的啊。无你敢问？你讲的哦，对啊这等下，你赶紧问一个清楚。靠，你说靠！小姐，你甲我讲，是你愿意，你家己招伊的是无？啊？你是要靠啥啦？你别当头哦。起来！我甲你讲，伊今若讲一个无啊，毋是你袂一定甲你砸死。你紧讲啊！你是死人药啦！你若唔讲啦，你要好好拍死哦！你靠！